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8章。伯沙撒做王第3年，我但以理看见第一个异象了后，阁有一个异象对我出现。我看见家己伫以南省的苏珊城堡，徛伫乌来河边。我举目一个看到一只绵羊港徛伫河边，伊有2支长的角，其中一支比另外一支较长，迄支落尾才发出来。我看见迄只绵羊港向西、向北、向南直达，无一只动物挡伊的条，无一只会当走闪伊的威力。伊照家己的意思行来行去，耀武扬威。我还在想的时，阁看见一只山羊港对西边来，行透全地，脚无踏着土。这只山羊港伫伊2蕊目睭的中间，有一支真显目的角。伊去我拄则看到徛伫河边有2支角的绵羊港遐，对伊发射去，大力撞去。我看见伊挖滚迄只绵羊港，气噗噗甲踏甲绵羊港2只角拢断去，无力通反抗。山羊港甲绵羊港拢倒伫涂骹，阁直直甲伊吞踏，无人会当甲伊解救。这只山羊港愈来愈苍手，到伊上勇壮的时，伊迄支大支角断去，对迄支角原来的所在，向天下4个方向发4支真显目的角。对迄中间的一支角，阁生一支细支角，向南、向东、向肥阁水的地愈发愈大支，大甲拄着天顶万象，会当将天顶万象甲星辰射到地面，甲因吞踏。伊自高自大，想讲家己会当甲天上的元帅比拼。伊禁止人逐日献祭予天上的元帅，阁毁坏元帅的圣所。伊强迫圣的人民伫逐日献祭的事犯罪。伊阁将真理刻伫涂骹，这个事伊拢做了真顺利。后来，我听见一个圣者在讲话，阁有另外一个圣者对头一个圣者讲：逐日着献的祭受禁止，互地荒废的罪，圣所甲子民受吞踏，这异象伫时未实现。伊甲我讲，过2300暝日，圣所就一定会得到洁净。我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，拄想要知迄个意思的时，忽然有一位亲像人的款式的徛伫我的面前。我阁听见乌来河遐有人的声话讲，加比勒着互这个人明白这个异象。伊就来我徛的所在，伊坐到我真恐慌，面趴伫涂骹。伊甲我讲：人啊，你着了解，这异象有关系历史的终局。伊对我讲话的时，我昏倒，面向涂骹。伊甲我摸，甲我扶起来。伊讲：我甲你指示，上帝停止发大受气的时会发生的代志，这甲上帝所指定历史的终局的时间有关。你看到迄只有2支角的绵羊港
是指米底亚王甲波斯皇帝。迄只山羊港就是希腊王，两蕊目睭中间的大犄角就是希腊第一个王。关系大犄角断去，搁对角的下面发四犄角出来，就是有四个角要对迄个角生出来，毋过势力拢不比迄个角。这四个角到末期最后灌满的时，一定会有一个王兴起，伊面貌凶恶，盔甲多端。伊的官柄非常大，毋过毋是因为伊家己的才调，伊会造成非常大的毁灭，为当照家己的意思顺利进行，搁会毁灭有权力的人甲性的子民。伊真奸诈，咬用盔甲，互伊做的事顺利进行。伊自高自大，为趁人无方便的时，害死真侪人，搁要起来敌对万王的王。毋过，伊会互超过人能力的溃力，甲伊消灭。以上所讲2300年日的异象，拢会发生。毋过，你着保守这个秘密，因为这关系将来真久的事。因为安尼，我但以理非常野心，破病几若日，后来才起来办理王交代的正事。我因为这个异象惊吓困扰，因为袂了解异象的意思。